百里香係氣味強烈、草本味濃郁嘅一種木質常綠灌木，係薄荷科家族嘅成員之一，原產於南歐地中海嘅地區。喺傳統上面咧，都廣泛用作烹飪嘅香草嚟㗎。採用咗蒸汽蒸餾嘅方法，從百里香嘅葉、莖同埋花入邊去提取精油，平均咧大概100至200公斤嘅原材料啦，先至可以生產到大概1公斤嘅精油。當中嘅主要天然成分為百里酚同埋對散花烴，能夠提供免疫嘅支持同埋抗氧化嘅功效。百里香精油具有天然抗菌、抗氧化同埋抗病毒嘅特性，含有抗氧化劑百里酚同埋對散花烴，對於真菌、細菌有抑制嘅作用，協助身體抵禦病毒嘅感染，亦都有助緩解呼吸道嘅感染，對抗感冒、咳嗽、支氣管炎、喉嚨痛非常有效，具有驅痰同埋舒緩呼吸道不適嘅作用，可以幫助促進消化、提供免疫支援嘅功效，亦都用作口腔、咽喉嘅消毒劑或者係局部嘅止痛劑。喺肌膚同埋頭皮嘅護理方面咧，都具有調理油性肌膚、緩解濕疹同埋促進頭皮健康、減少頭皮屑嘅作用㗎。建議嘅使用方法咧，就係將1滴嘅百里香精油同埋4滴嘅 V6 綜合植物油稀釋，塗抹喺所需嘅位置。稀釋咗之後咧，局部嘅塗刷啦，可以用於斑點或者係輕微皮膚瑕疵嘅點狀治療入邊。而呢一隻精油咧，具有濃烈嘅草本香氣啦，用於室內擴香嘅話咧，都可以淨化空氣同埋幫環境作消毒。建議每日3次，每次30分鐘。而百里香精油咧，都係 All For Ease 舒緩按摩油裡面嘅重要成分，適合運動之後去使用㗎。而裏邊嘅草本香氣咧，都可以幫助提神、減輕疲勞，而佢都係乳滴療法中咧關鍵嘅精油之一嚟㗎。百里香精油咧，亦有膳食精油版本。百里香精油同埋百里香膳食精油咧，都係相同嘅精油，可以喺你中意嘅醬料同埋醃料入邊咧加入百里香膳食精油，就可以增添草本嘅風味，亦都可以喺食譜入邊咧取代新鮮或者乾嘅百里香去使用㗎。